我的比赛有个比较特别了，有包的规划，小品包的，包的是包天，在城市的老塔跟鲁广告，这个我是照片里片里面，真的，热闹，哎呦，我还让你身上有点大小。OK， 我就听完我的是那故事包有的是大家都听的是没有听到，对吧？对，我也知道的是老辈子有一个把我 skate 的感觉，有一个有到我说，但是如果说跑车那边这次这个公司，但是这个活动的三有点高的 skate 如果到造成的是包的被包出去的这些，有以后有主要的是有什么有主要的一些东西，如果你希望每天都是那次都对以后你只要播着大家同学有就说昨天有好看说你看了这两天把它OK 这样你把它special 没错就是说这个我这个没错那三天把它说天那个这么我们那个也得知道